乌克兰来的一个查甫人，或者瓦列里，之前是带某囝驶一只动力航船，或者小船号，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因为船故乡全停伫台中。即马海巡也各个台中市政府甲移民署拢有甲因斗相共，协助因三个人摕到咱台湾停留的许可。因是说道谢了后，讲希望会当甲船赶紧修理好势，继续因的旅程。马来西亚籍航船小船号停靠伫台中国车港，41岁乌克兰籍查甫人瓦列里，驶船带家后囝儿游历亚洲各国，登陆经过台湾海峡的时，疑似因为方向装置故障，紧急申请进港检修。I don't know now. It's what it's make only situation about now. It's step by step. First, safety for my family and safety for my boat, and after. Think about for everything about for what is make next step. 瓦列里是电子工程师，5年前开始家己驶船旅游，后来发生俄乌战争，回国接家后囝儿同行，捌去过也门、马来西亚等国。船顶有3台自行车，困难时会当4月骑车观光。等于因为韩国出发有定前往菲律宾，因为98因为后生身体无爽快，捌底暂停留家人港。22个因为船只故障停靠5次渔港，台中市海华资源渔业发展所给因7天的停留期限。原本申请的期限是到今天截止，可是目前为止，它的那个船的维修还没有好哈，所以说我们会再继续让它在这个我们无锡渔港里面来进行整修完毕了以后，等到船只全部修好了以后，再出海。因为期限届满，船只还未维修完，移民署协助离港派员协助申办临时入境停留许可，会当予这家伙合法停留1个月。国境事务大队强调，这是外籍人士的旅游行程，并不是庇护案件。本属国境事务大队依规定给予核发临时入国停留许可。目前3人行动自由，国境事务大队主动给予关怀及探视。该3人系旅游行程，目的地为菲律宾。非属庇护案件。瓦列里讲，这家伙停靠伫台湾期间，你时啊从花买物件，暗时就困伫船顶，感谢台湾相关单位协助，希望会当赶紧修好船只，继续航行。记者综合报道。